正神八公啊。民众迎香虔诚拜拜，一间细间的土地公庙就起伫咧风空河顶。大家都就是没有中嘛，有一些信徒也跟着拜之后就有中奖，然后慢慢的就有这些规模出来，就是都是信徒有中奖之后拿这些奖金出来拜的啦。土地公即摆模样是信徒特别开钱，甲土地公装下过，流连新乡，定找着厝，住伫咧百姓的公庙隔壁，守护在地几多年。其实它是一个充满故事性的一个在地的土地公庙，最在地的土地公，最能够保佑我们在地的子民。信徒早真侪贡品，会知影来请安。土地公庙即摆香火真旺，嘛将做台中市副代理上重要的信用中心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